各位，今日我就向你哋表個態，而家仲買三星手機嘅人正戇居。說話我就講完啦，邊個贊成，邊個反對？我反對。我常跟大家講啊，安卓旗艦還得看三星啊，國產品牌不行的。在國內銷量不高就是產品不好嗎？你們真以為三星旗艦吃素的？外觀設計啊，屏幕、相機、S Pen， 哪一個不是獨領風騷啊？當着大家的面這樣黑三星手機，你良心被狗吃啦！好，咁我最後修正下措辭，再講多次。而家邊個仲抌7、8千蚊買三星手機？邊個正契弟？最後問多次，邊個贊成？邊個反對？我反對。我贊成。我反，唔係，我贊成。我贊成。好多謝大家咁俾面我，留低睇埋我呢期視頻再走啦。各位好，我是小狼，我就是